叶庆秀伫救国团担任市团委会担任总干事3年外来，以丰沛人脉以及社会资源推展各项团务工作，不管是公益服务、旅游活动、终身学习等方面，拢交出亮眼成绩。未来，伊将调任到溪头青年服务中心，继续为大众服务。在台南市这3年4个月以来非常感谢我们义工伙伴的一个帮忙让我做了非常多的公益，甚至也感谢我们新闻媒体也为我报道，然后也让各界对救国团有不同的认识。因为以往救国团都会被政党把它列为所谓的这些政党组织但是我们是一个社团法人，而且地方的义工都是在不分党派，都是在做所谓的公益服务活动，所以在这里刚好在今年9月1号封调到溪头青年活动中心，是另外一种不同的业务我也会好好的珍惜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继续为大众服务。新任总干事叶淑珍表示，伊早期嘛伫咧台南县市服务过，对着台南有充分了解。回来后也将结合成就干部，做好各项公益服务甲教育推广。之前早期也在台南县市服务过，在台南县市服务了大概20年左右了。那所以说我对台南市有充分的了解。那我想说我回来希望能够结合我们旧有的一些义工干部，再继续努力。那当然呢，这10几年来也有新的干部加入，也希望能够新旧传承，做好各项的公益服务。救国团的团务工作，在前任总干事的带领之下，已经奠定扎实稳定的基础。未来也将持续积极推动公益性、教育性、服务性、健康性、永续发展5大职业工作，以义工年轻化、活动多样化、服务在地化、社团公益化为目标，办理多元的活动，以活络地方特色，将救国团的正能量载予社会。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